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食完飯咧，想同大家嚟個晚上閒聊，睇睇唔同數據大戶咧，同埋咧呢個美元指數嘅最新狀況啦。錄影時間咧2025年嘅4月20號晚上嘅8點31分，Bitcoin 做緊呢84,400嘅。咁呢條片 Patreon 優先咧，想早啲睇到 Patreon 想睇晒成條影片，歡迎大家訂閱啦，time 係十分之緊要。8蚊一日，遲啲16蚊一日。咁課程134蚊，未夠一世嘅，即刻開波啦！睇咗幾個大戶咧都有緊貨嘅，即係由之前入得比較多嘅位置就大概8萬蚊、8萬2到嘅，咁但係近來見到有幾個大戶咧都開始入緊貨嘅，就入得比之前更加多嘅。究竟佢哋咪觀察到啲什麼東西咧？咁一陣間喺會員部分再講啦。咁同時間咧，山寨幣咧有部分咧升幅咧較嗰個大市為好嘅，咁其中一隻咧就係小弟中意嘅 Randa 幣啦，同埋屁幣嘅。咁小弟有咩做法咧？咁大概都係賣緊啲先，咁一陣最尾部分再講啦。咁同埋咧，美元指數喎有研究指有冇見到綠色嗰個咧就美元指數。咁當每次咧嗰個美元指數低過100之後咧都會引來一個一個叫做Bitcoin 嘅終極大升市嘅。咁呢個終極大升市到嘅時候咧，可能咧就係靠呢個美元嘅轉弱為主。咁嚟到今集內容啦即刻睇啦。呢條片都分開睇下先，睇先2、4、6、8、10，10個部分嘅啦。咁先睇 BTC 價格 update 啦。咁之後睇唔同指數啦。咁呢啲咧就係大戶嘅數據啦。咁下部分再講嘅啦第一部分啦 BTC。咁之前所講咧，由呢個話即係76000好耐冇，大家唔記得咗咩叫76000啊嘛？76000咧就喺上個月嘅喂唔係上個月喎，睇下先70000哇！即係唔係講笑10日啫喎，已經天翻地覆咁，所以咧唔好諗住話衰好慘啊，轉可以轉得好快咁，所以咧而家睇翻1小時圖咧，其實就中性嘅，中性偏好少少咁呢個咧就係之前所講，等佢回一回再入嘅咁用翻呢個1小時去到12小時全部中性㗎啦。咁但係咧呢度少少死亡交叉啦，咁我覺得可能等到佢回一回先，等佢回一回落去翻呢個82000、83000個水平咧，最後入市機會嘅啦。原因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流動性啦。咁流動性咧，相應嘅相對應都佢冇人會知幾時對應位置。咁但係如果用翻增加110，唔知我講乜咧，就係將黃色線褪右手面咧，咁就去 predict 呢個Bitcoin 嘅價格。咁大概睇110日度咧就會見到呢個狀況。咁但係有機會前同後唔知幾時㗎。咁之前咧就66日，而家咧褪到110幾日㗎啦。咁可能咧要回復翻嗰個合理價格，去翻呢個83000、82000度，再加埋咧 Moon Phase 就嚟到㗎啦。唔好搞笑，我都唔想搞笑，因為咧都準嘅，即係月亮指數咧，咪月亮指數，月亮嘅陰晴圓缺咧影響到係咪影響到大市咧，就好難去計算啦。咁但係呢個就係有呢個數據，但係原因咧無從稽考㗎啦，冇人會即係計算到究竟有冇關係。咁見到咧藍色嘅時候通常衰少少，通常未必一定中嘅。咁但係綠色嘅時候咧通常升嘅。咁今次又中嘅，綠色嘅時候通常升啦。咁藍色嘅時候咧又回一回，跟住咧再創高峰都未頂㗎啦。如果用翻1日圖嚟講咧，講咗100次㗎啦雖然咁講好荒謬，但係咧咩8月8萬，你指望翻個形狀似唔似似唔似唔重要嘅最重要咧就係你認為係唔係會咁樣發生咁因為流動性升嘅時候咧，其實見到美元指數咧一路變弱，全世界嘅資產咧其實嗰個貨幣資產咧一路去貶值咁同時間咧其實係相對應嘅其他嘅貨幣開始升值，咁即係話全球咧都開始咧嗰個資金走向咧唔再信任呢個美債美金啦亦都無處可逃之下咧嗰個嗰個叫黃金咧就再創新高3300，所以話俾大家聽終極嘅貨幣咧未必係美元，未必係即係港元或者都嗰句啦，好危險應該咁講係全世界所有資產一個腦內大爆炸。究竟你有100蚊擺喺邊度係為之最好咧？有啲人分散，有啲人話一啲就係同個體系完全冇關係嘅嘢，包括黃金同埋呢個Bitcoin，其實就冇第三樣嘢係喺體制以外嚟講得呢兩樣嘢，仲有冇嘅咧？白銀啦，仲有咁，所以咧嗰個咩清奇富爸爸窮爸爸作者日日講咩白銀黃金同埋呢個 Bitcoin 咧，其實因為呢三樣都係體制以外嘅，又唔係金融制度啦，又唔係有呢個
因為樓咧其實都係同金融制度十分之有關係，即係你冇做呢啲按揭又好，或者係牽涉甚廣嘅，咁啊可以喺體制以外能夠避開呢啲咁嘅瘋狂印錢、瘋狂咁樣去控制嗰個貨幣嘅浮動嘅話咧，咁啊就係好多人都唔想嘅，咁啊大致上就係咁啦。咁另外啦，近來咧一啲山寨幣咧都係走勢咧，有啲都係唔喐啦，安道啊或者係狗又好，或者係呢個 Plum 都冇乜喐嘅，係唯獨咧Pay 幣同埋呢個 Render 幣咧走勢比較好多噶啦。咁啊，如果你之前咧係2.6度啦，2.5度咧買咗咧，而家已經有77嘅升幅，77% 嘅。咁啊，Bitcoin 可能都係就76,000咧去到呢個85,000度啦，大概都係10幾% 嘅啫。咁所以有辣有唔辣你自己決定。咁 Plum 同埋呢個安道咧冇乜喐動嘅。咁啊，之前所講 OM 咧就有話River S 喎，River S 係龍頭咁，但係咧好得好假，又冇乜合作嘅伙伴，又冇鏈上又冇人用，究竟係即係點解升咧？其實成個市場跌，佢成日得佢升咧，就知十分之恐怖咁啊！另外 Pay 幣啦，咁 Pay 幣咧個終極面幣啦，咁啊極多名人追捧嘅，最底部0.2咧升上嚟0.8嘅啦，足足升咗3倍嘅啦，咁所以咧好冇高追咧得唔好啦，即係已經有死亡交叉出現嘅啦，咁所以永遠咧都會行先一步。咁而家個 Render 咧最尾部分先講啦，Render 都賣咁少少嘅啦。咁另外啦 ，DYX 咧就話轉弱，咁我哋即刻睇睇呢個圖咧，話俾大家聽咧。